继续来到高雄市，罢免市长过关，加上议长对牢身亡，一夜之间，高雄市是失去了市府甲议会上龙头。这连串事件，让真侪挺韩的民众真愤慨，号召这个9月要就凯达格兰大道来抗议，因已经合法摕到路权，要为韩国瑜讨回公道。韩国瑜上紧，这个礼拜5、6月12日，就会离开市长的职位，再去主持着上尾届的市政的会议。韩国瑜讲：来是偶然，离开是必然，重要的是做了什么代志。即使离情依依，能够还是充满着对高雄浓厚的感情。早起10点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主持最后一场市政会议，发言真感性，因为上紧6月12日，伊都唔是市长啊，一路挺韩支持者是唔甘佮不满。挺韩团队来到柯坤园的徛街献上白玫瑰，表示致哀。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成功，一路挺韩国瑜的议长柯坤园对牢身亡，这些支持者心情无到平复。伫网络就支持者徛出来13、14上北到凯达格兰大道讨回公道。安尼有被罢免，安尼他独裁专制，那我们台湾人民，我们高雄人民不能再忍受了。我们要请大家全部站出来，就到凯道。到总统府前面，我要大声讲，我是高雄人，我生气了。提出甲台北市新港处申请的路权单，挺韩的团体讲，这场活动已经合法取得路权，包括爱台湾人民、第三势力政党团结联盟、民主党等等单位拢徛出来。罢免后，一连串的事件，互挺韩的支持者持续用行动要来表达不满。也不警方呼吁讲，民众爱保持理性，唔通因为一时冲动做出违法的行为。